嗨，耶！菜馆，啉水的菜馆，好大啦！报道台的朋友要来运动啊，咱来欢迎教练一丸。大家好，我是一丸。看咱吼摕这水杆就知影，咱今日要练这手骨的力量。对无？因为定听时大咧讲，哎哟，我都无说你去菜市买伤济，哇，骑袂叮当。对，个另外就是，哎哟，孙愈来愈大汉，抱袂起来。对啊，对，迄手骨的力量吼，真正爱练。要练今仔日这水杆爱传。搁一个点啊，一条椅啊，就当训练啊。这么简单哦！安尼记，大家紧练起来。第一个动作是啥？第一个动作，咱徛咧固船，固船哦，安尼。水杆啊，先啊徛好。骹咧？骹徛好在，身躯肩胛头对平宽，对，豆豆压落，两骨抛直，骹头虎弯一点点啊。好，准备好，咱将咱的手箍向天空的方向压起来，淡薄搭咧身躯哦，唔通拍伤开。安尼我都唔对。爱搭身躯好，咱搁做两个。好，起来时阵会记是吐气。好，搁一个。嘿，好，咱换一个角度。对啊，互时段看好清楚。安尼嘛对无？你帮我鉴定一下，我安尼对。扶落了，手伸到底。嘿。好，挺胸。好。吐气压起来。对，标准。好，搁一个。好。好。第二个动作，咱嘛是起来做，咱来学鸟仔飞。安尼飞起来吗？对。咱身躯含头仔共款，先压落。嘿。两骨嘛是抛直。好。咱像鸟仔安尼甲手压起来，像迄飞的动作。嘿，莫飞上悬，到肩胛头的悬度就好啊。嘿，到肩胛头的悬度就好。吐气飞起来，气气放来，搁一个。嘿，就是安尼。好，换边，好，来，安尼。压落，上，好，吐气飞起来，搁一个。大家爱会记喘气哦。对，嘿，搁来。第三个动作，咱就坐咧做啊。坐咧做，好。水杆啊，嘛是甲起的哦。好。水杆啊。咱第三个动作做肩胛头的撒的动作。撒的动作。好，咱水杆先甲起起来，手下骹扎一扎，爱直直向涂骹。好。唔通歪伊。水杆啊，放在身躯头前一点点啊，唔通伤边啊，一点点啊，对。吐气，甲手撒到地。你撒到地时呢，你的手会伫你耳仔边啊。吸气，豆豆放落来。好，搁做两个哦。一丸，你看安尼做敢对？袂歹哦，来个一个。可以吼。会使。会使吼。好，咱第四个动作，咱做二头弯举，嘛是坐做。二头是这块吗？无唔对，就是咱咧看迄猛男。对，手头就是在肩吧。大家最爱看啊，迄块。好，咱坐好了，手甲伸落地，水杆放伫身躯两边。好，出来时阵，咱将咱的手箍，甲箍起来。对。我咧做这个动作的时阵，是毋是同款手嘛是爱搭身躯？对，袂当拍伤开哦。袂当安尼，安尼唔对，安尼受伤爱倒身躯。倒安，好，来做两个吐气一个。两手同齐吗？两手同齐，来，搁一个。标准。你有看到我的二头肌？有，开始有迄个明显出来哦。对啊，大家有看到无？哇，安尼。对。袂歹。标准。对啊，安尼手会愈来愈水，对啊。好，过来。咱最后一个动作，咱倒咧做啊。好。咱先把椅啊放喺边啊。好，倒咧做水杆嘛用会到吗？会哦，所以你倒去进前你先把水杆放喺两边。好。咱人就甲提落来。骹箍起来，放喺涂骹。来。好，人提好了咧，水杆甲压起来。压起来要放伫对咧。你水杆两个水杆的连线迄条线会通过你的胸坎遮。好。手臂小手臂就是咱的手的下骹扎一扎，直直向涂骹哦，袂当歪伊无问题。吐气的时阵，咱甲手撒到地，水杆撒去天顶。这时阵你的水杆会伫你的肩胛头正顶面，搁吸气，豆豆放落涂骹，头拄迄个所在。好，咱搁做两个哦。好。吐气一个。来第二个，好，做了就甲放喺涂骹就会使啊。
嘿，啊，咱要起来是毋是爱说哩？对，咱来尽量侧身个爬起来，安尼起来安尼对老大人、是大人较安全啦。对啊，我感觉吼，今日安尼练真简单诶，而且咱摕遮哩物件，拢是厝诶都有啊。拢穿会着。对啊，无借口讲，哎哟，介麻烦，厝诶拢无法度做，无大家厝诶都会当练啦。对啊，好，会记得哦，爱对咱定定运动，身体才会健康哦。叫到波头刀，拜拜，拜拜后一回做阵运动。